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来记录广播声，节目开始到来一首意乱思境，来有请唱歌好朋友叫我们心情听，谢谢。若想起咱的初恋时，是春天徛在花园，你我来吐出情意，春风也带伊香味。若想起咱的苦恋时，是秋天徛在山仑边，你我来吐出苦味。月亮也心若想起咱的悲恋时，是冬天徛在马头边，你我来替伊分明，波浪也哭几暝。谢谢。意乱思境啊，意乱思境。身体较早，这个恋爱的这个情景啊，系啊，哦，伫咧回想啊，有迄个春夏秋冬。对吧？春夏秋冬无共款，伊就这个景色，对吧？产生无共款，这个爱的情愫也甲感情啊咧。哦，
哦，是哦，是哦，是哦。意乱思境好。来，谢谢我啦，来，哇，即摆呢已经线顶吼，已经咱侪观众没有上线吼，修容神仙划不回去哦吼。来，丽丽姐姐、坤星哥哥、尤大哥、尤大姐、尤大嫂哈、一静大姐，还有文良大哥，咱的丽婷、明吉大哥好，林大姐、李明哥哥、坤星哥哥、顺天哥哥、荣华大哥。还有我们的姚大哥哦，吼，姚大哥呢，感谢咱的文东大哥，啊，你的捧花声拢做有收到，包括我的幕后大哥，谢谢，吼，好咯，来，哦，古大锦阿姐啦，吼，也有咱秀仁大哥、桂梅姐、芙蓉姐，当的小毛大哥、龙中大哥、幕后大哥，还谢谢恁的捧花声吼，来唱着拄只迄个意乱思境。是。发觉着讲时间伫咧过足紧的哦，真紧，咻一个就过啊！啊，这月份已经结束，啊，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咯。8月份到咯，咱7月的时阵，咱送迄个黄金小龙，还未送出来。无啦8月初四。 8月初四才有啊。这要来甲抽奖啊！抽奖啊！哦，一只小龙哦，8月4号准备要甲送出去哦。蛇来旺旺，嗨嗨，金光闪闪好运来。对啊，啊，但是今仔日吼，我咧讲哦，观众朋友讲，哦，芳玲啊，你这只安尼哦，拄8月份拄无甲你加油着，拄抽无着，安尼袂当抽啦吼。是。来，8月1号开始的时候，我吼，全新的开始。真正是吼，差不多10天前，我就开始找迄个厂商。厂商。我就无甲强悍嘛袂使。啊，莫讲强悍啦，讲啊赞助一个，赞助一我讲个。你拢无甲阮赞助，迄人诶，你看嘛，倒一个厂商拢甲阮赞助，啊，你拢无啊。是。结果吼，芳玲佫找到一个新的厂商。是。嘿，我咧讲哦。真好。真好吼！来，这只小龙。 8月份。某只往来对无？吼。某只往来。来，8月份的时阵。迄只往来会大。哦，大粒啦，变大粒啦。大甲变只大粒。变大粒啦。大家比看卖来。免比啦，迄都一届无共款的吼。加一倍。哦，好来哦，这只观众朋友共款是顺啾。哦，金是啦，地不不。旺来。来好啦。在不然阮导播甲我秀出来进步。我咧讲吼，咱8月1号开始，全新的开始了哈。当然，咱进前这个小龙呢是到7月31号早季，早季哦吼。啊，你若还未甲恁囝到位的，老师我先讲话吼。安尼我你做你，我做效果啊。安尼我会影响到呢，吼，我足认真讲的吼，因为呢，咱7月31号的时阵吼早季，但是咱观众朋友讲，我要8月4号，我要8月5号才收到的人客，阮这个摸彩券，吼，伫7月31号早季的时阵，阮拢有先甲你写开，就是讲你虽然是8月4号、8月5号要收到，无要紧吼，包括讲阮这个号码拢总有甲你寄伫电脑内底，所以讲咱这大哥大姐。 你若是讲说，哎呦，我收无到呢。啊，我若8月4号、5号要收的人，是毋是有这个摸彩券？是。有，吼，有哦，吼。但是即摆来到8月1号开始，如果你若是今仔日开始甲咱加油的人客，我们就换这个啊，这粒往来咯，吼，咱就换这粒往来啊，吼。999纯金的这个所以讲呢，啊，咱这个当时杂志呢，就是到8月31日杂志。是。 同款有摸彩券，好，同款拢总有摸彩券了哈。所以讲观众朋友，好，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好啊，我希望讲吼，这个旺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吼招财个进步，互恁甜不不的，旺到不行旺到爆，旺到爆啊，吼，对啊吼。所以讲新的一个月开始的时阵啊，咱观众朋友方面特别甲。 公司争取啦吼，就咱公司有引准咱来做的时阵，毋才有法度去甲厂商来争取，对无吼？所以讲，观众朋友，你看卖啊咧，吼，这样呢，送来这粒，互你事事旺旺，心情旺，身体好，无大件的，大代志拢安尼旺嘿。好，我们8月1号开始就是这粒，旺来，好，谢谢。
安尼咧，即马要来进行到咱头一阶段，就是互咱观众朋友来准备点歌咯，赶快来点歌哈！来，今日安排歌曲头一首歌《分中月圆》。分中月圆，天星伴相随，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来，第二首歌曲哦，《深情海岸》。老曲伴，演唱老情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来，第三首哦，《七世情》。一世落雨暝，雨声微微，遥想有拢一里。第四首《夜夜梦》。绵绵想你的心，想要甲你来接近。日日梦梦你感动，梦你对我有情意。蔡小虎的《夜夜梦》。来，第五首歌曲哦，《水中烟》。情是溪中水，情是溪中水，梦是水中烟。第六首，今仔上尾这首《人生》。人生怨叹无路用，啥人无家庭？来，以上有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做互动哦。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8326-317。来，中华关市直播外关市加一控诉哦。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来，施仁章大哥，喂，喂，仁章大哥，是大哥，哇，喂，有听无？安那呢？接袂起来哦。看卖下来啊好哈。喂，你好。来，喂，喂，徐妈妈。点第一条。啊，仁章大哥，你搁卡一遍哦吼。第几条？第一条。第一，搁第几？第一甲第四。好，没问题，写起来了哈。好，谢谢。哎，你好，文东大哥。喂，大哥你好啊。王林哦，你好。是。张林老师，你好。文东大哥。我点第2甲第6。安尼哦。26哦。好，谢谢。是。好，平安哦嘿，谢谢。来，何妈妈。嗨，你好，我第4跟第5，我第4点，谢谢你。哦。欢迎你。祝贺我啊 ，OK。好，谢谢。拜拜。拜妈妈拜。何大姐。来，刘大然后有哥。主持人。谢谢。我点分中委员个水中烟。分中月圆，水中烟。谢谢大哥哈。来，跟仁章大哥你好。两位好。人中。4跟5。4跟5。夜梦。好哦，我下水来哈。中烟。好，谢谢。谢谢我们的仁章大哥。哎你好。喂，张明老师你好。好。哎，你好，我在点第2甲第3。第2。第3。3。1跟3。都1。好，谢谢。好的，谢谢。喂，你好。
喂，你好。哦，来，坤星哥哥，较晚嘞哦，较晚嘞哦，来哦，什么歌？有哈，4号哦，有4甲四5。五，好，我写开哦。夜望水好的中烟，谢谢哦，感谢四哦。甲哎，你五，好，喂，你好啊，阿姐哦，啊，我要讲你1甲6， 1跟6点哟。一甲六，我物件已经收到啊，你收到分中哦，会好，我写开哈。真好清1跟6，1跟6，好，好，来哟。跟6。喂，你好，喂，包菜姐。嘿嘿，我要3甲15。安尼哦，3个5吼，啊，嘿你下嘿来哦嘿，好，好谢谢谢感谢包菜姐啊哈。喂，你好，好，欢迎光临你好。移民哥哥，我点你来第4个亲情开放啊，甲第3个七夕情，哦，谢谢 OK，好的，没问题，谢谢。来，梅香姐姐，梅香姐姐，哎，汪林、江林你好，好我要选第5甲第6，谢谢。哦，我下开哈，好，谢谢，这是咱的梅香姐姐讲要第5甲第6哦。哎，你好，梅香姐，好，江林、方林好，嗨，好，我要点那个亲情开花。亲情开花，好，我下开好谢谢哦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平安哦哈。阿梅姐姐，哦，阿美啊姐你好阿，梅姐，啊，你要啥？来哟，哎呦呦代表无听无靠无牙起来，说唔知。迄个7岁前甲夜望，啊，你要啥？小珍你要啥？哦，安尼小珍要唱，夜望甲水中烟啦，小珍啦。好，好啊好有安嘿有安好好的，谢谢，嗯好感谢。哦，来哟，今仔拢老师的歌准备好，喂你好，喂，我要5甲6。 5甲6哦，啊，咱住倒位啊？你无来电显示呢？哦，我住高雄啊。啊，要么请好你。新朋友，罗。罗先生啦哈，嘿，四维罗，罗先生哈，好感谢哦来嘿祝你好运，好平安。来，老师今晚先来安排这首做水中烟，水中哎，烟，今仔上侪人点的哦吼。来，咱的明杰哥哥，哎，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点地下秀人生。哦好，明人生，来，这是咱的明杰大哥哦吼。哎，喊你卡电的开点歌的吼。来，何妈妈。尤大哥、尤大嫂、人张大哥、坤兴哥哥、包菜姐啊，哦，阿哥咱梅香姐姐、秀珍姐、高雄的罗先生收点的一首《水中烟》，啊，咱江林老师来献唱啊，会去甲阮泡泡啊，鼓励，谢谢。中水，梦是水中烟，溪中水流不回，分袂清是粉也是烟，当初想过恋你，如今。我苦苦来哀求你，你笑阮无志气，水中烟在眼前无看见。中水，梦是水中烟，溪中水流不回，分
袂清是恨也是缘，当初想嫁恋你，如今有啥意义？我苦苦来哀求你，你笑阮无志气，水中烟，在眼睛无看见。当初想嫁恋你，如今有啥意义？我苦苦来哀求你，你笑阮无志气，水中烟，在眼睛无看见。水中烟。好来，谢谢哦。你这首我一个唱了，遮侪人来拍谱啊哈。哎，文春大哥、菠菜姐、明丽姐、尤大哥、尤大嫂，阮的仁章哥哥哈，仁章哥哥最近那个出现啊吼，有一段时间拢总足无对无用。好，来永林马开啊吼，来古大姐阿姐，谢谢龙华大哥大和妈妈。家平安，大家发财谢谢咱美主姐姐哦吼，玉轩，感谢恁满满的捧啊声哈。来哦，文东哥哥、龙华大哥、顺天大哥，来，即马呢，先一首歌曲啦吼，啊，咱来准备着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准备，互咱观众朋友，咱来听好歌，对，要歌名，哎，来参加抽奖。无好哦。今日你要送的是来送，今仔换送一下左手香的好不好？倒手豆芳。秋芳。哦，靠着弄着提神醒脑，嘿啊哦，即个肩颈酸硬，包括心脏的时阵，安尼白白，吼嘿安尼来甲酥酥的。你甲当做像即个吼，啥物慢，啥物油无，甲当做啥物热，啥物精，吼，还是讲白啥物油啊，这就是综合的，吼，全方位的安尼。你甲烧到倒位，吼，安尼感觉真疲劳，多像这鼻孔安尼，有甲回两下啊。小等数只开咧，哦。提神醒脑啦，哦，腰足骨伫咧酸啦，肚尾伫咧疼啦，腹肚碰风巴丈啦，你对肚脐比较恢复咧。所以讲老师啊，伊这叫做万灵霜，万灵的哈。啊，所以讲咱拄则老师伫咧讲吼，若讲安尼人疲劳亚身的时阵吼，甲推推，它可以提神。吼，你一罐啊，有咧开车的，咱跩司机稳将大哥甲扛一罐啊，吼，你都爱甲推推。提神醒脑。来，今天有加码哦。入幼歌我着搁加码，你看对你有够好的啦吼，毋是要送即罐尔，因为吼，我有看到一支刮痧棒，一支刮痧棒，我它是绿色的啦，我叶啊，叶啊吼，叶是真贵重的物你件。莫大家拢要讲个叶较大个，叶啊，叶啊，莫讲叶，叫做好过啦。哦好过哦，足奇怪好过吼，哎，那人食较有啦，食较会入。我再来用拍照的方式了哈，因为我后边起杆是绿色，来，这底是陶瓷的瓜，可以遮吗？有效吗？对。啊，哎呦，真假呢啊！找个颜色，不要找绿色的就好。来，安尼好。哎，安尼的，安尼咯，绿。不行啦，它就是起掉了没？好来。我咧讲吼，这底是绿色的，嘿，跟咱迄叶仔同款啦吼，但是它是陶瓷版的，吼，啊，即马就是讲，恁若有一支阿妈滚滚按按啦，吼，生生啦，啊，变变小小叫啦吼，伊这拢有多功能的吼，有一两三的角度的哈，甚至迄讲吼，迄讲迄个师傅佫甲我讲，哦，我咧讲哦，伊这个弧度吼，可以拉提啦，伊讲吼，芳龄啊，你若咧吼。
一工安尼差不多10分钟久啊，这边甲啊，你甲拉火起来，好甲火起来这边甲好几分钟啊，这边搁甲好几久啊。我跟你讲吼，唔免去拉皮啦。我讲真啊假？安尼才好着，我无来摕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哪会使吼？所以讲来观众朋友，你今仔日吼，若有着的时阵，就是咱这个左手香一罐，搁一块咱这个刮痧板一块。好，你好来哦，准备哦嘿，来。头先来甲安排吼，最近即几工拢咧落雨，系。吼，来甲安排一块有落雨，伊做即个情歌呢。哈？来，我唱一拍日语的，唱一拍台语的。是哦。日语、台语、国语拢听我用。好来。小雨甲黄昏日暗，每日心茫茫，引起我想起迄段初恋梦，如今变成空思乱。你的恋情深深记在脑海，永远甲无聊的雨水声音甲甜我心草原。すがればレオナレオがし北の真理は思い出ばかり雨のよう夢も売れます大阪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来，咱观众朋友多多加利用咱的节目专线电话来甲要歌这个听好歌要歌名，来送互你这个实用的这个礼物拢总有2块歌，2首歌。我即摆现主是继续过来甲安排第2首。第2首是真侪咱少年朋友即摆现主是当中已经这个8、9集真怀念的一块歌，我即摆现主是来甲演唱这块歌。这首歌只有2字尔2字。念你，思恋你，
你我离别3年啦，昨暝的梦犹原，也是你的梦，江边的。有时来看海水，想着你的人，天顶的月娘，哪会照入阮心内？希望你传乎我，会知在伊也伫心内。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文夏早前呢真受欢迎的歌曲。我这摆现主是要来走一底像这个轻松的音乐了后，热门的音乐了后，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Thank you， 谢谢阿里嘎多安主席，感谢恁热情的参与咱这有关的活动。
啊，即摆演出时，要来过一个炸子的这个动作吼，来，啊，这个节目非常的这个严密，袂使叫冷场去。啊，即马所来期要来甲公布一个答案就对。夢も群れます大阪しぐれ。这首歌曲的时阵呢，这个日语名叫做大阪しぐれ，来，呀，台语叫做雅务书节。雅务书节哦，雅哈。务书节。好来，啊，第二首歌呢？第二首歌曲。思恋你，思恋你呀，离我离别3年啦。这首歌叫做《恋歌》。恋歌，后来以上哦吼，哎，真侪观众朋友对吼，我先甲收起来吼，先甲收起来吼，恭喜你哦嘿！伊得到欢喜啊！你来小等下先搁期待吼，我有中奖对无？对对对，好来，今晚要来进行着咱的广告时间。今天吼，跟咱观众朋友哦来探讨的，当然啦，这是未来10年吼，人讲这是阮博士讲的啊，未来的10年。吼，你若无要破，免惊，莫嘛是讲，较未破病，未破病，人伊是讲未破病哦。是。即个营养素你一定爱食。啊，你即个营养素若是欠缺的时阵吼，伊就讲这是健康灾难的开始啦。是。所以讲，即个物件吼，你食会到的时阵，这个元素，你即个元素食会到的时阵，你的身体机能就敢若控迄个底共款，迄个底若控了用。你都毋惊像即摆透风落雨啊嘛，对无吼？好，所以讲来哦，注意听哦。今仔邀请到咱即个吼，咱即个专家来到现场，跟咱观众朋友来探讨哈，来进广告，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黄药师来到现场。来，欢迎姐，你好。药师顶日来有甲咱讲哦，讲吼未来10年哦，若讲要爱袂破病啦，的营养素上强的就是啥物？就是镁。镁啦，观众朋友，啊你是毋是有欠？你甲我共款，拢总欠镁。嘿，毋是讲你欠镁啦，是讲你镁这补无够啦。哦，啊补无够来，今仔日吼，药师甲咱的全世界上介好的镁已经甲摕来咱的现场啊吼。药师，我甲你请教者，听讲咱即个镁甲一般市面上的镁不一样。无共款的是因为阮是3个镁做结构做出来的，是，所以呢，甲一般的这单个镁无共款。单个镁不一样哦。嘿，所以你一定爱指明，你若要食，一定爱食这个3个镁。3个镁，才会针对你的血管啦，针对你的神经啦，针对你的这个经络啦有效果的，所以一定爱食这个3个镁。听讲吼，咱这是有专利的吼。对，这是有专利的。镁要有专利的。要有专利的配方。是。效果才会好。听讲吼，咱这间药厂，咱的老板针对这个镁已经研究很久。已经研究30年啊。30年哦。所以讲观众朋友，你拿到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啦，包括国外，拢总甲这间公司落单的啦。所以你去看这阿爸馆顶哦，伊这镁哦有这个商标的授权，互这个有授权的。对，所以讲有独家伫遮卖啦。好。独家伫遮卖安尼，所以你爱认明，就是讲一定要有这个商标伫馆顶授权的。是，所以讲吼，咱迄刚有跟咱观众朋友讲过嘛，讲包括讲泌尿系统，你不可以缺少镁，包括你的新陈代谢，对，包括有上重点就是讲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你若会紧张啦，会困袂去啦，会安尼忧郁的啦，这种的，就足需要这个镁。包括讲有的人是安尼耳孔规个不断叽叽叫啦，嘿啊，目睭皮会跳的这种的。喙皮目睭来丢对不？对。甚至脚尾手尾会麻
麻这个，对，它都还是讲板条的，缺镁哦这种是缺镁。是，另外讲的种吼，尤其是咱真侪时段年纪较侪啊，消化系统拢做较无好。消化会变会讲闭结的啦，对还是讲咧肠啊啦蠕动较无好的这种啊，。甚至呢有哦，咱你敢有讲过啊？吞你吞物件吞袂好势啊，连啉水都去砸掉砸这种。到这啊，嘿这呢同款嘛是缺镁啦，包括讲肌肉。嘿，肌肉啊僵硬啊、弯掉的安尼啊，定定爱去互人抓零的这种，还是讲骹底筋膜炎啊，像要赛车要打洞啊打袂赴的这种，揪筋起来的，暗时会揪筋这也是缺镁啊。缺镁，啊，若讲神经系统就严重啊神经系统就是讲会安尼戆神啊，困袂去啊，忧郁啦，定数无好啦，情绪无好啦，是这种的，这嘛是共款，就是爱需要这个镁补够。观众朋友啊，咱有书咧讲的吼，情绪无好，佫有分两种人哦，一种是咱的产后忧郁哦，嘿，这种的就是情绪就无好，情绪会无好的。啊，佫有一种就是讲像芳玲这种年纪的时阵，是迄种更年期的。更年期的这种忧郁嘛是共款，你的镁啊补够，神经的系统甲顾完全，都袂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所以讲，观众朋友啊，咱来听咱的黄药师甲咱讲到这的时候，咱就知影讲，哇，原来镁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自律神经、拢中，它可以让你放松。对，无错，伊针对就是咱全身躯，甚至是咱的细胞啊，伊嘛会使甲你顾完全，伊是细胞的营养素嘛。是。所以你若讲代谢无好的啦，有血糖、血压的啊，还是讲大箍啦，一直减袂落来，食药啊拢食无啥有效的这种嘛是欠镁，就是欠镁，因为伊是阮细胞带路的上它是一重要的个传导营养素。就敢若讲咱即个插座，啊，遮有一个插头。重点你若无即个镁时阵，伊就无插落去。就袂过电啦。袂过电啊，就插袂过电啊。对。袂过电就讲你原底食所有的物件拢总是安怎？无法度送够啦，送无效啊。可能效果莫讲拢无效啦。总讲本底是爱100分的，即摆才剩头20分、30分尔。嘿，对。好，安尼，我甲你请教者，咱这一般伫通路伫咧卖的时阵，镁是安怎卖？镁上少30粒的，嘛爱卖甲1000啦。这30粒装爱1000。30粒装1000啦。但是你今仔摕60粒呢？你摕60粒的？这就是专门要优待今日的观众朋友的。哦，所以讲你今仔日摕这个60粒来讲，共款是18块。对，共款是18组，但是加一杯啦，60粒。加一杯哦，伫通路来讲吼，观众朋友啊，伫药房啊，通路拢总是30粒装的，这一盒，而且是专利镁哦，吼，有3种的镁哦，吼，是18块。今仔日摕来咱现场的时阵是特别加一杯60粒装的，共款是18块。共款是18块。啊，有诶，咱跩时代，因咧买绝对袂买食的，伊就讲啊买食啊，等来食了的时阵吼，啊袂赴讲好，搁去药房。厝诶还较侪人诶，拢需要这个镁。啊，你即摆听你讲的时阵吼，镁的话，它是连小孩子差不多什么时阵就会使开始食？只要开始读国小就开始。国小就会使食，所以讲观众朋友这厝内底大细拢有需要，所以讲伊无可能买一盒嘛。啊，若买2盒的时阵3600块，啊，要是犹太偌济？3600块，对啊，吼，是不是？啊无都尾数就不用了啦。好啦，安尼就3000好无？3000哦，阮有时头一届吼。第一届来芳玲一个节目啊！我跟你讲吼，伊毋是第一届来我的节目，是所有的节目是头一届啊。头一届吼，像这种电视节目啦吼，所以讲观众朋友伊这种较好后来，今仔日甲咱买一盒是1800块对无吼？买2盒3600块哦，而且它是加价，其实呢，伫个通路安尼是爱7200块，今仔优惠介绍3000块，来电话08008108100800815181，重点。你来的时阵吼，袂使干那减这3000块啦。我咧讲啦，敢袂搁送者？搁送一盒无？互你送。放一个，搁要甲我拗哦。我咧讲吼，真侪时段就听你来讲，你上次来跟我们讲那些观念以后吼，真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伫咧问芳玲，讲，哎呦，芳玲啊，我来听咱的黄药师安尼甲咱讲的时阵，啊，阮真正拢足欠的呢。我算算，阮兜大细，包括讲阮某也有迄种吼，神经系统的问题啦，有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安尼我是毋是拢爱食？对啦，所以讲呢，你就知影，咱跩时段听咱的节目啊，足久啊，无你今仔日啦，咱若讲买2盒。3000块对无？啊，咱无咱搁加码，好无？搁送一盒安尼哦。搁送一盒，互你家己送哦，嘿。
好啦，安尼搁送一盒啊，但是限量就是30组，好无？30组。嘿，啊无我无法度甲公司交代。好来，安尼今仔吼，阮30组哦吼，080815810800815181，今仔日黄药师特别提供60粒装的本地，我咧讲啦，这几组摕到转去的时阵，1万多块了。对。我咧讲哦，咱的美跟外面你所绝对无共款。美鬼美是完全不一样，它是有专利的，而且它是3个美不一样的哈。来，今仔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08008151810800815181好，来谢谢，阮这幼气的。后尾你好，还是所以讲较好熬哈。来，今仔日通路啦吼，30粒装的就安尼1800块，啊若60粒装的是卖3600块，咱犹太介绍共款1800块，2盒犹太介绍3000。今仔电话加码的时候，电话啊卡到开的时阵再加码吼，我们一次就是3盒，甲摕倒转去哈，3盒一大一组。一组就是3盒3000块，来0800815181来，秀莲姐你好。我要买一组。要一组吼，哦，美这大家拢总爱的啦吼。好，谢谢秀莲姐哦吼，我来下看。当时要他搞。安尼可能要下个礼拜了嘿，哈。礼拜1要。来，礼拜1好不好？礼拜1到了哈。好，谢谢你。安尼3000条。3000块，来。注意听哦嘿，好，谢谢。来啦，88节的时阵吼，你只要甲我买的时阵满2000块，我咧讲2000块，共款我迄个左手相送你啦，好不好？来，左手相送，无打经过咱摸彩券嘛吼，摸彩券也送哦，来，古大姐阿姐你好，阿姐啊，要一组吼，好啦，阿姐你敢要捌敢唔捌买过吗？喂，阿姐，你进前是我有买过啊无？好，来，无啥听到吼，来，好来，文华大哥，一组，一组吼，我来下开诶，好，谢谢啊吼，好，来，我咧讲吼，观众朋友啊，你若要食的时阵吼，一工就是安怎，2粒都够，2颗哦吼，来，汉文大哥你好。我买一组。买一组吼，好，我下去啦，好，谢谢哈。好，今仔吼加码送哦吼，加码送就是讲吼，一组犹太就是3000块，我搁送你一罐豆秋芳哈。你若有神经系统不舒服的人吼，拢总会使推哈。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要买一组。一组。喂，真心姐啊，好一组哈，好，我下凯哦，嘿，好，谢谢你，你当时要都要下个礼拜1了哈，好，早上 OK 哦，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喂，你好，哇，为什么这袂开呢？哇，规拢大档机，喂，你好，你新朋友哈，好，我先甲你下凯哦，嘿，等下甲你问主机哈，谢谢，来。老师，你来唱歌，我来线卡斗接电话啊，有其拢总满线。喂，你好。喂，阿姐。安怎？喂。有啦，有登记开啊，嘿。好，谢谢，好。还有，因为吼，咱即届有安怎？有限量伫咧，所以讲吼，观众朋友咯，像阮古大前仔这讲，有登记开无？有啦，你拄只电话卡开，拄好我接的吼，我拢甲你登记开啊吼。来，即摆我赶快开始要互咱观众朋友来敲电话，老师你来安排一首歌曲，来要安排倒一首。电话吼，直接接起啊吼，我咧讲吼，观众朋友，老师你准备者啦吼，来。如果你若是感觉讲人真疲劳、真亚神，定这肌肉拢安尼硬冰冰，无法度放松的，安尼就欠命啦哈！而且我咧讲生活压力，大家拢足大的啦，有当时规身躯安真疲劳，你充电拢充袂饱。如果你若安尼来讲，就是缺少这个甚至暗时啊困袂去的。定伫咧失眠的，你即马搁伫咧食爱困药对无？如果你这项若甲补充有够的时阵，我咧讲爱困药啊唔免食，这是阮博士特别交代讲，
芳玲，这行你一定爱讲，吼，你一定爱讲的哦，吼。喂，你好，喂，你好，喂，嘿，非常哎，感谢。是的，你好，对，大家恭喜啊！哦，好，我等一下会跟你问地址哦，嘿，拍摄哈。看咱的这个节目的时阵哈，会当抽大奖。喂，你好，菊花姐。这个娱乐成果冠，菊花姐你好。重点啊，会当将咱的从这个身体，本地无好吼，豆搁甲吸到倒来知啦，你也老朋友啊咧，吼。明日不是出来啦，究竟的这款的做这，好，你叫做这上好。无料菊花。你家己本身个体验看卖了咧，平常时啊，咱来，老师你也先落歌哦，吼。来，你有需要芳玲服务的，即马电话开始卡哦，吼，谢谢。心想要甲你来接近，日日梦梦你感动，梦你对我有情，无分天是啥物原因，我会跟随你到天。夜夜茫茫记着你对阮情绵绵，夜夜茫茫你早日对阮来表示。若想着有你做阵，若想着爱的滋味，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想要甲你来接近，日日梦梦你感动，梦你对我有情，无分天是啥物原因，我会跟随你到天边。夜夜茫茫记着你对阮情绵绵，夜夜茫茫你早日对阮来表示。若想着有你做阵，若想着爱的滋味，心肝内永远是春天。分天是啥物原因，我会跟随你到天边。夜夜茫茫记着你对阮情绵绵，夜夜茫茫你早日对阮来表示。若想着做阵，若想着爱的滋味，心肝内永远是春天。呀，
谢谢，感谢。来，即马呢时间的关系，我先来摸彩一下哈。这今仔唱的，唔是迄王来啦，是要抽恁拄则有无？恁约过的时阵倒秋芳哦。啊，今刮天痧棒有再多一个刮痧棒给观众朋友哈，来哦，我准备哦嘿。音乐甲走落去。来，王庄敬大姐，庄敬大姐，恭喜你哦哈！来，咱的左手香，佮加一支刮痧棒。好来，谢谢，感谢。来哦，谢谢观众朋友，啊嘛感谢恁吼，拄则线卡的时阵，啊咱观众朋友安尼电话真正接袂起呢，到即摆还佫有2线电话吼，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你若有咧看阮的节目，你豆到遐来知识小交换，啊知识小交换的时阵哦，咱会知影讲说哇，原来吼啊，我的脚底筋膜炎，啊我不等目皮伫咧搓。哦，啊，不等安尼行拢困袂去啦。紧啦。是啊，如果若是安尼来讲，哦，就是欠安怎？欠眉。咱迄人无迄讲一摆就好啊。迄吼，朴师讲的啦，就是欠啦，欠这项啊，吼。所以讲电话赶紧甲卡，甚至呢，如果你厝内底若有迄种爸爸有、妈妈有吼，迄种三高的问题。甚至人较大颗的，因为你的血糖吼，你的血糖甲咱你的尿酸无法降下来，就会安怎引起你的循环无好，就会囤积掉咧，人就会安尼直直大颗起来，迄叫做冤枉大颗的吼。我咧讲嘛是欠这项，因为我一条慢慢的这款的车。啊嘛欠这项吼，后来所以讲观众朋友，即摆线卡的电话继续互恁敲吼，啊，江林甲方林来唱一首《云中月圆》。共同音票。谢谢我们的仁昌大哥、抒情姐、地震大哥、尤大哥、尤大嫂、林根大哥、徐爸爸、徐妈妈、叶大姐、仁昌大哥，谢谢你的捧花香。云中月的伊，天星伴相随，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无论你伫倒位，海角。是代表我的心意。春风微微，花蕊送芳你，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不管石头的烂，海水的干，阮也永远痴心爱你。虽然世情多变化，我也将你放阮心肝。人生路途亲像梦一团，情我永远有人听。海风海影了解阮心声，情海浮沉的生命。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云中月的伊，天星伴相随，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无论你伫倒位，海角伫边，是代表我的心意。春风微微，花蕊送芳你，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不管石头的烂，海水的干。
亲像梦一团。情歌永远有人听。海风海浪了解阮心声，情海浮沉的生命。我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虽然世情多变化，我也将你藏阮心肝。人生旅途亲像梦一团。情歌永远有人听。海风海浪了解阮心声，情海浮沉的生命。我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云中月圆，谢谢，感谢。